李依彤 PAC 成績12秒44破大會紀錄。第二名張欣彤 PAC 成績12秒31破大會紀錄。第五名吳詠喬 PPAA 成績12秒314破大會紀錄。以下係女子腰椅添500米決賽成績。第三名謝子晴 WAC 成績5分59秒53。第二名黃欣琪 YBSS 成績5分49秒53。第一名顧曉琳 STS 成績5分